用高雄报道。来看中华县的文化局伫县内图书馆举办台语讲故事的活动，一寡囡仔虽然不一定完全拢听有，也毋过是拢听甲真趣味，嘛学到袂少的台语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囡仔兄、囡仔姊对故事老师大声念出歌谣，佮有台语绘本的讲故事互动。囡仔的故事啊，内容是甲卵有关系，册名叫做《十年卵》。对，平常其实囡仔逐工拢会看到卵，看到卵，伊就会想到卵的料理。但是可能囡仔袂晓讲，互囡仔用耍的方式去学这本绘本。 中华县文化局伫县内各乡镇的图书馆举办台语讲故事活动，有将近50本的囡仔稿，老师用台语加上滑溜溜的动作讲故事予囡仔听。台语讲故事好啊，互囡仔熟悉台语安怎讲啊。无即摆囡仔拢袂晓讲台语啊。茶的蛋啊，迄囡仔袂晓做茶米卵啊。对我的囡仔来讲，讲台语是最难得的，因为。 叠组，我们就是会不自觉的用国语跟他对话。可是对我们这一辈来讲，为细汉甲大汉拢是用台语，所以阮学台语就简单的。可是对阮的囡仔来讲，学台语真的是足困难的。参加的家长表示，平常时伫厝内若用台语讲，囡仔嘛是用华语应话，真欢喜有安尼活动。透过游戏活动，互囡仔人有加讲台语的机会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